今日福音中耶穌所講嘅說話，那些聽天主的話而遵守的人，才是有福的。呢句說話喺我哋今日紀念聖教宗若望23世係非常之貼切。呢一位教宗佢嘅智慧同埋對時代嘅徵兆嘅洞悉，為教會舉辦咗梵蒂岡第2次大公會議，幫助整個教會重新去檢視，同埋為教會嘅福傳重新定向，由一個方向徹底咁轉向另外一個新嘅方向，為適應今時今日嘅時代徵兆。但係呢個今日已經係過咗50年有多，所以今日慶祝呢一位教宗，都讓佢為我哋教會繼續代禱，使到教會能夠真正按照耶穌所講嘅說話，認真咁去實行。